6,200第二课。Riba Jenki Porok 聪明的乌鸦。公波斜北隆巴西约贝囊啦，有一个叫做公布的地方里。耶尔卡擦哇千波约巴雷，夏天极为炎热。宁习普若吉卡公踏雀内去催土庆。有一天，有一只乌鸦非常口渴，而去找水喝。沙丘康塞尔丘在那样，提巴即将满眼。即使到处各地去找水，但一滴水也没找到。他妈米仓西起康杯占土。最后，在一户人家的房子附近，西起盆巴洗通，看见一纸玻璃瓶。提囊拉手切嘎赞雷没把人，那瓶子里只有一半的水。西起盆巴提囊拉给就将满酿杯，即使将脖子伸进那玻璃瓶里，也取不到。且他不扛养马琼瓦人，所以一点办法也没有。田内与咱人三落当节。接着，在思考了一会儿之后，会耶约内斗数芒波竹个地。他从周围左右搜集了很多碎石子。盆杯囊拉路杯，而后装入瓶子里面。抗参松节，因此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盆巴斗数起扛内就盆杯克吞，瓶子被石头充满，水就漏出了瓶口。普若吉丘卡躺。乌鸦将水喝得嘴巴满满的。吹口夹夹冻地，并且肚子饱饱的。体内嘎新土染于了普鲁内罗，然后欢欢喜喜地飞回原来的地方。生词。Riba间，聪明，智者。Porok， 乌鸦。公布，公布。写把，叫做，称为。隆巴，地方。耶尔卡，夏天。擦哇，炎热。千波，大的，极为。
凝息有一天，卡公口渴，踏却非常极为，秋吹找水，庆把昨晚去前往，沙丘地方，康萨各地到处，提巴水滴，涅把得到找到，他妈最后，米仓人家，康巴房子，怎附近，些玻璃，盆巴瓶子，通瓦看见，提那切嘎一半，针禁止，雷除了，给脖子，就把伸进，念把抓取，且 top 办法，扛羊，任何也，琼瓦产生，体内，然后，语增，须臾一会儿，人时间，三落当，三落东，思考思维，耶渊左右，都入碎石子，莽波许多，竹把收集，路把装进倒入，抗战松节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扛瓦充满，盆杯卡瓶口，吞把露出，看嗡，嘴巴满满，嘴口夹，肚子饱饱，动把通瓦，喝，躺，并且，嘎瓦欢喜高兴，忍于家乡原来的地方，
keluar 飞 loba 返回